各位好，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首席資訊官為你帶嚟今日深度解讀美國海關查驗嘅4種方式。美國常見嘅查驗方式一共有4種，涵蓋咗95% 以上嘅貨物查驗，分別係基礎查驗、機器掃描查驗、開箱檢驗同人工查驗。首先講下基礎查驗，呢個係最基本嘅查驗方式，重點審核貨物嘅清關文件，包括但係唔限於報關單、提單、發票、裝箱單等等。海關人員會嚴格審查文件嘅完整性、準確性同埋合規性，只要啲文件齊全無誤，通常喺24小時之內就可以放行貨物。跟住係機器掃描查驗，呢一種方式利用現代科技提高效率，同時減少對貨物嘅直接接觸，以降低貨損風險。貨物到港之後，海關會用 X 光機嚟掃描，通過圖像嚟判斷貨物嘅性質。如果圖像冇異常，咁就會按正常嘅程序放行。再嚟係開箱檢驗，如果喺 X 光查驗後仍然有疑慮，海關就會進行開箱查驗，開啟貨櫃封條，並且逐件檢查貨物。呢個過程通常會需要3到5個工作日嚟完成。最後一個就係人工查驗，呢個係美國海關最嚴格嘅查驗方式。成個集裝箱會被運到指定嘅地點，由受業嘅專業人員將貨物全部打開，並且逐一查驗。人工查驗耗時會比較長，通常會需要5到10個工作日先可以完成㗎。訂閱 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哋嘅話，點個 like 啦！